好了，不用6年啦。那2年都不会坏吗？叔叔拜托。哎呦，好可爱哟！啊你嘞？拜托嘛，农叔叔叔。哎呦，恭喜熊凤股东身体健康精神好，恭喜！洗厝干、送私床、买菜馆用上公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床。今晡日啊，洗人下来做厝，我去请番薯叶来做好食嘅料理。今晡日天做洗厝干，迄两个细阿哥的孙乾老志勇，佢也着拄喺新庄丰原贵小路的同学，先前没时间下来煮过菜哦。上摆啊，因为钱袋唔拉，只好留伫农场度打工来揾菜。唔知下摆如果有乜嘅问题，等等佢哋呢？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干嘛？要去采地瓜叶，兴奋到晚上睡觉睡不着。地瓜我们查到有3种种类：红地瓜叶、彩色地瓜叶、绿地瓜叶。然后地瓜叶跟地瓜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写兄弟关系。他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去打球好吗？”然后哥哥就说：“好啊。”因为地瓜跟地瓜叶，他们爸爸和妈妈结婚，然后就生出地瓜叶。你好，我是黄敏瑜。今天准备了什么东西？外套，还有梅子、饼干，因为我不会晕车，吃梅子就可以。我们要去菜市场买菜。去的时候啊，你就看有没有新鲜，不要干干的那一种，你就可以买了。价钱就问，然后再自己加一下，有没有信息？有。拜拜。哦，夜摆咱爱做洗厝干，迄连冬瓜嘅用嘅，就做地把做抢西瓜嘅便宜。上摆好地有好朋友送赠，乡下听书买菜，听骨头古米，希望啊咸咸就会捞开咯。夜摆当然爱请好朋友乡下来煮菜咯。是要收东西。我带了外套、素描本、铅笔盒、健保卡、钱。家当会不会太多一点？好啊，我用好了。就可以出门了。好啊，拜拜。网络上说地瓜叶啊，如果有长出地瓜的话，那个地瓜叶是不能吃的啊。如果只是一般的地瓜叶，那是可以吃的。不信你可以去查查看。有时候我会切菜。我只会帮妈妈去买指定的菜而已。我认识地瓜叶、香菜，还有芹菜，还有小虾米、香菇，我全都认识，除了猪肉丝。那你买就好了，你买就好了。猪肉丝不认识。里面有多少？我300块。爸妈讨论过，那个地瓜叶好像很大一包只要45到50块那里。他们有没有写45到50。你总共是几元？我都有算出来。我最喜欢数学。我最讨厌就是数学，所以我最恨数学。我最爱数学，我最讨厌国语自然。我们先买猪肉丝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贵。我看见肉店了，在那里。老板，我要猪肉丝。哪一种？有这个梅花肉，这个小里脊。哪一种比较好吃？煮起来。这个有一点油，这个没有。我们要煮汤圆，哪个比较适合？煮汤圆有一点油，这个比较好。这样几元？80块而已。今天煮不完，要怎么保存它？如果你要冷冻的话，你不要厚的冰，你就给它压成薄薄的这样吃。你要退冰就比较方便。好，回家要洗猪肉吗？还是直接？猪肉要洗啊，就是不要太多水，稍微洗一下就好了，因为这个没有沾到什么脏东西。要搓它吗？还是冲水就好？就冲水就好。好，不用泡哦，不要泡哦。好，谢谢啊。接下来是买香菇，要先买比较贵的，如果先买便宜，可能钱会不够。请问哪里有卖干香菇？要去问那个杂货店。好，谢谢。便宜同送赠，見來見曉地買菜咯。唔過夜擺嘅找香菇，看起來有啲嘅難尋呢。問你按當然，前面還係需要阿姨來帶路，爭錢嘅多。唔知夜香菇，我有乜嘅冇香用嘅地方冇呢？香菇怎麼賣？1斤1300。
老板，为什么干香菇那么贵？因为这个不是进口的，台湾出的比较贵，那进口的就比较便宜。进口的跟台湾的有差吗？有啊，进口的没有香啊，台湾的比较香啊。用摸的就知道了，进口会软软的，台湾的会比较酥一点。你要给它摸这个地方这样酥酥的。哇，香菇的味道飘出来。要怎么保存它？绑紧一点就好了。如果用不完的话，用不完就放在冰箱里面啊，40块。这样要找60。好啊，再见。谢谢。再见。老板，我们要买地瓜叶，有卖1包的吗？有，湿的，然后有破肉。那回去要挑过吗？不用，本来就很嫩了。这样30块啦。你们要回去煮菜啊？不要跌倒。谢谢啊。谢谢老板。Hello， 老板娘，请问有卖小虾米吗？这是樱花虾，这虾皮樱花虾就不能做汤圆啊？口味不一样，做法处理方法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这樱花虾是炒饭用的，你要做汤圆的话，这个太浪费。樱花虾很贵，这1斤要800，这150。天哪，好不一样啊！这个是10斤做成1斤，好可怕哦！你有没有买过？不知道哈。煮客家咸菜用哪个比较适合？比较香的话是这种啊，这个50，这100。那可以买一半就好。不行，至少要30块。1人30块。这个，因为我们要的是虾米，不是虾仁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花了30、60、90、90、130、160、240元，不是60、70、80、300减80等于220，我们是花了220元。汤圆是几元？汤圆肯定很贵，因为我们只剩下80元的预算啊。虽然便宜看起来动有刺激的用的，不过像存的80元，真金买到400元么啊？也个问题就留5两沙来伤脑筋咯。今晡日咱爱做省钱老自用，我先到农场去买菜，接下来看啊，港中阿叔呀，有些主管今晡日爱买个食材么啊？嗨，农夫叔叔，你们2位好。我们今天要来采辣椒。采辣椒哦，对啊那你们采哪一种辣椒呢？我这里有3种辣椒。你们看到的这个叫做它朝着哪边，它的每个果实都朝着哪边？上面，所以它是叫做朝天椒。那另外还有一种往下朝着地上的，就一般的辣椒对，一般的辣椒，妈妈煮菜配色用的辣椒。为什么要采红色，不要采绿色？因为它从绿的它开始慢慢变色到最后红色，大概花了10天左右，7到10天才慢慢的变成熟。绿的也可以吃。你可以吃啊，也有人采绿的在吃啊。是哦。对啊。那跟红的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啊。摸绿的跟摸红的，你没有感觉绿的比较结实吗？就是像你一样啊，现在还很结实啊，等到老了之后，它就开始趴趴的，所以只是口感的差别。种阿叔嘅农场都係種有機嘅青菜，行家強求甜度，可能也就會種辣椒嘅，順風就會種吊菜嘅。愛娘就做嚟用辣椒嘅天然嘅味絲來保護吊菜嘅，就唔讓蟲嘅來食。行家冇強用嘅時節，種嘅青菜咩冇強用，無所強下來看啦，也下有那啲嘅好食嘅青菜好雜咯。秋葵知道長什麼樣子嗎？知道。知道，秋葵長在樹上還是長在地上？地上。長在地上，秋葵它其實就長在這個地方，有沒有看到？你覺得跟你剛剛長的辣椒，朝天椒。朝天椒，答對了吼。那剪的時候，等一下要把這根葉子也一起剪掉。因為它這個葉子在供應它一些養分，把它採走之後，這根葉子就沒有作用了。那它這邊繼續吸取養分的話，其他秋葵就不會長大。真的黏黏的。黏黏的。對，這個秋葵比較刺刺的。它是秋葵。會刺刺的。刺刺的，對。對。它所以一般採秋葵有人會戴手套的，你會覺得刺刺。它的名字是叫秋葵，可是為什麼不是在秋天，而是在夏天？好問題。等我 Google 一下。好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省錢而家問題有啲困難呢，也擺就本而靠擺嘅呐。還係我研去情況嘅資料，贊同下來講答案咯。認識嘅按到無強嘅青菜，以前還蠻看到根本嘅青蔥肉嘅食材哦。而料用嘅小農夫，
要较夹到的来情况那哦。农夫叔叔，这是什么地瓜叶？这里啊有2种地瓜叶，台湾常见的可能就是这一种绿色的这样子。眼前这一种呢，所谓的日本品种的地瓜叶，你有没有看出来2个形状不一样？对对，对不对？藤蔓长的方法，谁长得比较密？这个。对，它长得就比较密集。这边我看到一个很像爱心，跟我查的彩色地瓜叶长得蛮像的。蛮像，因对为地瓜叶目前包含可以吃的地瓜的品种有1000多种。那所以有些有金边的啦，有些有红色的啦，有些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啦。就把它拉起来。哇！种阿嫂菜树嘅番薯叶，拄喺连条并筋规条嘅菜起来。姑嫂啊，唔用啥要剪大条嘅，再来慢慢拖，做得色嘅部分咯。那这一根的话哪里最年轻，哪里最老？最年轻，最老。答对了，你答对了。所以这里最老的话吃起来就会比较硬。我这样子摘不下去，那就代表它不够年轻。但是我在这边摘得下去，就是可以吃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摘的时候，就是用手去摘。你看，你手摘得下来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被你吃的地方。有没有？所以就不要出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要太出力啊。这个好长哦。好，拿不起来。拿不起来就是压住了。这个比较长。农夫叔叔，那这个像这个那么黄的，也要摘吗？当然是不要咯。黄的就是代表它已经够老了。那剪完这一栏要多久，你知道吗？多久？我看以你们2个的速度，可能要1个半小时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子荣不太对。它就这样。对啊，就是用折的。农夫叔叔，我们今天要买地瓜叶，还有辣椒3根，这样要多少钱？你也带多少钱？100块，差不多要多少钱？差不多只要45元。15，好。那你要找你多少钱45，找我55。那你那么辛苦，要不要给你工资？不用，没关系。不用给你工资啊？对啊。那你要不要给我工资？我要教你拔地瓜叶，你要给我学费。今天叔叔的学费1小时是150哎。哦，那还没满1小时。没满1小时吗？没有。你来多久了？来30分钟。你来30分钟，好，那也有75啊。75加45等于多少？120。就20块。说叔叔拜托。拜托。装可爱。你先。叔叔拜托。哎呦，好可爱哟！你嘞？你没有哎。拜托嘛，农夫叔叔。你们2个就这2张，我还看不够，我要再来可爱3连拍，快点！第1拍。这2个第1拍剩4个快点！好，第2拍。不会哎呦，第2拍也是笑啊。哪有？叔叔都看多了，叔叔表演给你们看。可爱3连拍，快点！第1拍。这2个第1拍剩4个快点！好，第2拍。不会哎呦，第2拍也是笑啊。哪有？叔叔都看多了，叔叔表演给你们看。第1拍，第2拍，对不对？来，第1拍。那你呢？亲一下。好，亲。真的吗？亲啊。亲谁啊？亲你啊。真的啊，我女儿会吃醋哎。耶！哎呦喂呀！冇想到人嘅洗厝干，是爱晒那一下就买一道菜咧。不过也系种阿嫂吃到二条根本嘅当认真，将贴片本二条嘅啦。其实啊，农夫种菜易辛苦，不少小朋友转去以后，大风菜都爱笑呛呛哦。见人爱做洗厝干，便宜同送真，根本嘅还要去买400元呢。不过佢用啥？以冲还发现乜嘅好搞嘅事情哦。低嘛，就总不用用了吗？哇，好热的感觉啊！哇，烟，这个是干掉的草吗？我要那个仙草要晒大概要1个礼拜。1个礼拜就晒成这样子？没，好像不用年啦。放2年都不会坏吗？1年大概就是还要拿出来晒一下，那个通风的地方，屋顶太阳要那个晒比较不会那个发霉。不用1年也是煮不出味道来，顶多不用6年啦，放过3、4年就比较不好了。那里面那个仙草啊，这过一会后会消失吗？就是会溶解吗？不会，本来就是它干的啦，小朋友很软啦，
汁哈会从这根芽这边哈，从这梗这边跑出来。直接吃会有汁吗？可以这样吃啊，因为没有味道好吃吗？感觉没味道，又好像有味道的感觉，好像熊猫啃猪似的。有没有像狐臭味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哈。真的用完了？不好吃，不好吃啊？都没有味道。都没有味道。你再咬仔细一点。啊，黄亮沙色彩寒的影响呢，仙草是爱挺挺的薄，长不会出来，也是爱动有耐心哦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煮仙草。煮多久啦？差不多4点钟煮到6点钟煮，味道才出来哈。哇，好久啊！我觉得那个颜色好像有变，那个巧克力融化，淡淡的那个出来。那么好吃哦？有。上阵嘅想象力真丰富，不过你要讲到重点的哦。天然嘅仙草汁，看起来就像烤起嚟嘅用嘅咖啡色，係講豆腐色，基礎可能加掉嘅色素，按樣就冇乜嘅好咯。行家為到愛保留傳統嘅做法，定阿嫂起火煮仙草，咪係用最老式嘅做法哦。我们这边乡下哈，我们要就地取材啊，做给哈砍下来晒干哈就可以烧了。你要让它起火快一点哈，让它有。一会儿要起来哈，你这样吹一吹哦，锅出一箩。火好大哦！这好像吹笛子哦，只是它没有按孔而已。呀哈，一定种酸地，头摆嘅人煮仙草有意辛苦的吼，低压味便宜，佢哋未看到。阿婆用板亲身做出西板盐，阿婆讲啊，用亚种西板盐食起来当成啊，唔过冇用防腐剂，见到平常总唔得用太久。再加上第四重买嘅番薯叶、香菇、虾皮、老猪肉丝，就做得准备来煮菜咯。客家咸汤圆要做哪些东西呢？我们先加一点水，让干的香菇泡开。老师，那可以泡汽水吗？啊，你好幽默哦！你泡了汽水就会有甜味。芹菜切成末，根的部分要不要？叶子切掉，用后面的根，把它切成末。这根还可以再继续种下去吗？有啊，像那个葱跟芹菜的根，你放到水里头，它都还会继续生长。那以后用芹菜的时候种那个就好了。对呀，自己在家里种个几根可以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肉呢倒进来这里头。老师这样够吗？够了。要加酱油。对，是。叫我在做那个狮子头那个，好吧，叫我把那个肉这样甩。鱼香菇泡软了吗？这样才算软。摸起来它变得胖胖的，就表示它已经吸收了水分，变得跟你一样碰皮的。先把这个蒂拿掉，切成一丝一丝的。平宜同松针也摆要做嘅料理，因为係客家嘅鹹板鹽，故所愛切嘅菜唔多。唔過啊，40個嘅就冇共用咯，生芡同自用。愛做番薯葉口味嘅煎餃，故所啊，愛切到動用心，像係葱嘅老薑嘛，就要切到幼幼嘅，按用煎餃嘅料，這樣會較好食咯。把地瓜葉放到熱水裡頭。地瓜葉要不要切？等一下。通常我们地瓜叶比较好吃的地方是前面这个嫩的，所以把这个嫩叶先拔下来。农夫叔叔有教我们说，你在剥地瓜叶的时候不要出力，很容易就剥下来的话，就代表它那个地方是脆的，就是你需要用到一点力道，代表太老，所以对就不好吃了，对不对？要烫青菜的话，水里头最好加1匙左右的盐巴。这是盐巴。对，试试看看。这个。为什么要加盐巴？为什么不能加糖？盐巴它可以保存食物的原来的颜色，比较不会颜色变得很丑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捞起来，好沥一下，对，让它冷。等会来切它，切好的姜末跟蒜末，我们就把它放到哪里？那个水里。肉里头。来，为了要让它有味道，我们要加一些什么样的调味料？酱油、蛋白，吃起来比较有嚼劲。对，有粘性。对，小心。好，这个是打蛋用的。等一下，那个拿错了。好，我们用汤匙就好了，稍微搅拌。那接下来我们还少了一样什么东西？地瓜叶。稍微把里头的水分挤干，看一下。好，然后拿到这边来，开始把它切成细细的。那好了之后呢，菜跟肉拌得更均匀一点。
开始来包水饺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会馅料会很多吗？不会，这样很 OK，刚刚好。啊，子荣呢？我看你的这边再稍微捏紧一下，用2只手指。对，好，那你们继续慢慢包，我们去看一看女生的进度到哪里了。香菇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哇，切得好漂亮哦。因为我们用剪刀剪，啊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？你怎么知道剪刀也可以拿来？因为它也很利。对呀，它也很利，而且它也很安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拿来爆香的。食材放到油里头要注意什么事情？油会喷起来，会被烫到。对，把它捏干，放进去继续炒，再把肉放下去吧。肉怎么加？就整个全部倒下去，有没有充满了香气？然后很香。那个肉开始变得有点对白白的。对，可以把香菇水也放进去。香菇水可以用吗？对呀，干燥过后的香菇有一个香气，你把它泡在水里，它就会融化在水里头。有香菇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那个香菇的味道，好香哦！厝体爱加香菇水，还要记得不用果糖落去，爱用做出来的汤头，啉起来就较甜。隔壁的生芡同志用，买了煎饺包好嘞，撒下来啊就会落不落。不过还有一个细节，煎出来的煎饺皮会较酥较糙哦。我们要用面粉水，比例是10:1，这样算2汤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3汤匙。家里的面粉没有的话怎么办？玉米粉或地瓜粉也是可以的，对。那我们就把面粉水倒进去，对，全部淋上去。好，很烫，对不对？好，淋上去，所以动作要快。对，我们要让它稍微焖煮一下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再去看看女生啊，汤煮滚了吗？滚了。客家料理里头一定不能少的有什么东西？红葱。红葱酥，炒过的葱。看错了。好，我们加1汤匙进去，还有胡椒粉。好笑哦！这个汤圆为什么大大小小的啊？因为我们做的。这难怪这么可爱。那这个汤圆的客家话怎么说？拌，对。那个整个膨胀。对，有没有膨胀了？那表示它已经煮熟了。那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主要食材地瓜叶，对，加进去。哎，把火关掉，我们可以来装盘喽。2个人默契不是很好哦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。哦，味道好香。完成了。有点煎的焦焦香香的，这时候要用什么？好香哦，有点黏着。那先把它切开来，可以没关系，其实连那个下面的都可以一起拿起来，那个脆脆香香的。好，看。好，欢迎。好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偷懒？认为是。饺子现在好油哦，黄金饺里面的味道，那个地瓜叶的味道有点吃不太出来，放比较少，比较少，浇的东西，黄金底，对啊，很好吃，锅贴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你们煮的咸汤圆的汤好咸哦？可能加太多盐巴了，放水，自己加水，蛮咸的。所以我比较喜欢我们做的。听讲Lucy是常做运动，身体健康精神好。Lucy，你是哪会这么熬？身体健